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8月30。哥林多前书1章第8节安尼讲：伊也要坚固恁到落尾。伫咱的主耶稣基督的日，无通嫌。撒个来祈祷，坚固阮到落尾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伫阮未出舞台就明白阮，伫宇宙也未形成以前就知影阮，伫阮来到世间就定着阮的一生，全知全能，无所不在，永远伫地的上帝。你创造万物，互阮来管理，也互阮成做有你形象的尊贵。为着安尼，我要献上感谢。主啊，伫生活中，阮充满了挑战甲艰难，有这重担，也互阮特别担无法。主啊，伫阮感觉无力，甲特别失去信心来遇情的时，求你帮助阮，使阮信心甲勇气，互阮会通坚持到落尾。伫咱主耶稣基督的日，无通嫌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求主帮助咱，每一天伫他面前来仰慕伊，倚靠伊，互伊帮助咱，会通坚持到落尾。伫咱的主耶稣基督的日，无通嫌。耶稣听你，祝你平安。